把头抬高点，抬高点。首领，我们抓到了一个南下女人，那女人称自己是皇帝的女人。什么？皇帝的女人？你带进来，带进来。是。把头抬高点，抬高点。你真是南下皇帝的女人？正是。就你这点姿色，还是皇帝的女人？啊！皇帝的女人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？你的话不可信。皇上带兵到北漠打仗，我心里舍不下他，就偷偷跑出来，本想一路跟随，没想到竟被你们的人给捉住。切，空口无凭，我怎么信你的话呀？信不信由你。告诉你，我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若敢伤我一根毫毛，皇上定会要你们好看。嘴还挺硬的啊！不过如果真的把你带到南下皇帝面前，我看着还敢不敢跟我打仗？来啊，带下去，好生养活着。哼，不要信这女人的鬼话，她就是骗吃骗喝的啊！听我的，带下去。首领，有个自称南下王爷的人求见。这南下人什么情况啊？啊，一会儿是皇帝的女人，一会儿是皇帝的兄弟，这都什么情况？带进来，带进来。是。这位奇怪的兄弟，你们首领呢？在这儿呢。哎呀！我就是北漠的首领。你们谁是南下的王爷？在下就是南下来的九王爷。你来我们北漠大营干嘛？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有些事情，我猜你应该是想知道的。啊？什么事儿？说来听听。下去吧。努曼迪。哥们儿，就你这种笑法是病，得治。杨岩，治啊，治！如今齐生已经把大部分的兵马都聚集在了北漠都城上京，平宁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，没有什么兵驻守了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啊？你现在上京救援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你相信我所说的话，就应该集中兵力
攻打平宁城。南夏的皇帝就在那座空城里，拿下了平宁，灭了御驾出征的皇帝，那成功就唾手可得了。说的倒是挺有道理，但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的身份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的来意吗？我不甘心臣服于齐胜，南夏的皇帝，他做的，我为何做不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借助我北漠的力量，灭掉你南夏的皇帝，好助你登基？你照我说的去做，于你于我都有好处。这共赢的局面，我相信你是不会错过的。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出门打仗吧，就得殊死一搏。外面什么声音啊？怎么了？皇上没告诉您吗？皇上告诉我什么呀？奴婢听说，北漠人突然攻到了平宁城下，好像就快抵挡不住了。皇上准备出发，亲自督战。速速为我准备战衣。九哥，说句实在话，只要你活着，咱们就不是没有机会。一个男人赢得了天下，就等于赢得了所有。我曾经还愚蠢地想过，即使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想要的东西也会被我的真诚所打动。九哥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爹和我的哥哥们调集兵马出了平宁城，赵王那儿也在整装待发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齐胜攻于新界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平宁马上就要变成一座空城了。哦，原来齐胜是在使计。如今看来，只有彻底翻盘，才能夺回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齐胜会用空城计，我们也给他来一计，借刀杀人。借刀？借谁的刀啊？齐胜的敌人，北漠的鞑子。九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可是通敌呀！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做，你不必牵扯进来。九哥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能找到马吗？马倒是没有，不过那边有一头可爱的毛驴，